新竹对半暝啊，就落大雨，在气象局也针对着新竹标力发布大雷雨特报。新竹有真侪所在拢传出这淹水灾情，亲像有这轿车、乌多摆拢浸入水里，林家厝一楼是淹水，也那香山高中也是惊讲这地下道淹水会造成危险，宣布停课一空。也讲到这个原背价的所在呢，地下道淹水，有轿车硬要驶落，险险啊雨水淹去。咱来讲到这新竹棒球场呢，也是同款有灾情，室内打击区也个办公室拢淹水。不过这新竹市政府表示讲，会指示厂商赶紧来处理这积水的问题。歪掉的吗？雨水大甲铁门都冲歪去，主体一人为客厅淹到房间甲床房，家具拢浸入水内。若是落大雨，一定淹水，带伫新竹的民众真无奈，烦恼后一届大水雨。一下就通通淹进来。大概多快的时间？很快耶，反正就是没有睡觉，就一直在清。对。民众趁雨较细，赶紧抢救浸水的机车，通门沟啊拢塞入去，规台车真垃圾。有住户厝内家己准备抽水机，不过水根本抽袂煞。新竹19透早落大水雨，气象局针对新竹苗栗发布大雷雨特报，雨来得紧搁急，超过新竹市排水系统的负担，真侪所在灾情不断。香山高中宣布停课一天，也有一寡地下道拢淹水。爱抽水啊，叫迄大台车来抽啊！哦，紧来抽就对啦。叫来抽啊，讲有来抽啊，无来抽嘛，唔知。新竹市长高虹安透早到灾区视导，已经下令封锁淹水的地下道，出动各种抽水设备来排水。不过传出原背架的地下道警示系统故障，栅栏无放落来，有轿车开入去淹水的地下道，险啊规台淹去。市政府买吊的监视器查责任是啥？栅栏没有下来，我来的时候是栅栏是没有放下来。哦，就是它是打开的。对啊，只有这边有放下来。这里都没有电灯，也看不到下面的状况。栅栏机是否微不作动，而导致民众的误闯，还是民众执意驾车闯越？我们公务处后续会调阅栅栏机保全厂商的监视器影像，以厘清责任归属。市政府查证了后，确认栅栏有放落来是驾驶唔管号志警告，违规驶去对向车道，驶入去地下道，再掉伫内底。当地征收的新竹棒球场嘛，难道淹水灾情，室内打击区变做水池啊，爱撩水才会当过。办公室的涂骹还有积水，连壁嘛规个拢交水痕，真明显。连球员休困区嘛同款，市议员会勘要求市政府爱好好处理。那公务处目前也已经要求厂商改善棒球场室内淹水的情况，并且将无法自然排水的地方进行积水抽除作业。若是东门城广场同款大淹水，市政府是改说东门城广场改造了后，除了做景观广场，大雨来时阵，阁会当做囤水池，调节排水，避免附近的店面淹水。目前当地抽水，后续会完成摒扫清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